哦，这个气经吼，我讲是足水的台语词。气经的意思就是整个我们肺部的呼吸系统，呼吸系统啦，有加啥？有加咱的气吼，咱是不是有两片气吧吼？啊，有加咱的迄个啥气管？气管咱的台语一般就是讲气管吼，气管咱是无讲气管吼，这个爱注意吼。气管的台语咱讲气管吼，甚至吼甲鼻腔起来，气管接咱的咽喉头遐有无吼？咱咽喉吼，咽喉迄个所在和鼻相接的所在叫鼻腔吼，鼻腔啦，鼻腔哦。所以这规个吼，整个系统拢有这个经络有无？迄个吼，亲像迄个咱气经的经吼，经就是有牵绊、有牵的意思哦。所以这叫做气经啦吼。啊，咱拄则有吼，7、8个老师一定有举手哦，讲因嘛要听过气经吼。